你06年现在是多少岁？想一想，05年现在是21岁。那也好小啊。来深圳这边有多久了？2、3年吧。哦，嚟深圳都有2、3年啦。啱啱喺響西村地鐵站出嚟，準備去附近一間水會按摩，店名叫做信泰華養生會所。呢間水會場地唔大，不過裝修環境唔錯，交通就特別方便，地鐵站出嚟行幾步就到。帶大家入去睇下先。行樓梯上2樓，上到嚟就見到水會招牌。前台位有個水幕牆，啲水流落嚟幾靚，幾有心思。不過前台空間就細咗啲，喺前台位望過去就見到大堂。過去沖涼房睇下，更衣櫃有70、80個，旁邊就係沖涼房，有6間，都有布簾遮住。地下鋪咗防滑墊，幾貼心。大堂環境就比較分濃，大概有20張梳化，梳化都收拾得幾乾淨企理，每張都有獨立電視，睇戲睇波都得。水會配套有企房，紫色霓虹燈好有氛圍。行去房間區睇下，房間區同大堂一樣，燈光比較暗，就得門牌好發光。入去房入面睇下，房間裝修都幾新淨。小姐是广西哪里人？北海。北海啊？北海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吗？银滩吧。啊？银滩，北海银滩。北海银滩。是一个沙滩吗？是，具体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天下第一滩。天下第一滩。那你们广西的那个第一还有很多啊，像我以前学那个课文的时候是什么来着？桂林、阳朔是你们那里吗？对。阳朔是在哪个地方？阳朔应该是在桂林吧？阳朔也在桂林。不是在桂林吗？那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是广西的，你广西的你应该更清楚啊。我没去过呀。那你去过桂林没有？没有。你身为一个广西人，连桂林都没有去过吗？没办法，我穷啊。不能吧？你看起来好小啊。但是年轻这个借口还能用几年呢？什么还能用几年？年轻这个借口啊。年轻这个借口还能用几年？不是你本来就看起来就很年轻，现在就很年纪小。你零几年的？看着你00后吧？对。05啊。05，那你都得把我叫哥了。你看起来我像多大？看起来你。你觉得我是几后？00后吧，25岁左右。25岁啊？25岁左右其实是没有错。你06年现在是多少岁？想一想，05年现在是21岁。那也好小啊。来深圳这边有多久了？2、3年吧。哦，来深圳都有2、3年了。就是说成年以后就来深圳了。感觉深圳这边这边怎么样？你之前是一直在罗湖吗？不是，我在福田。在福田。哦，感觉你身材还挺好的啊。没办法，就是
就长这样啊，啊，就是长这样，反正没有整就对了。没有整，看得出来是全身都是真的，肯定没整过。你这个脸啊，不管是身材也好啊，感觉啥都挺好的，都挺好的，身材也好，又年轻就是優勢啊。對呀。順泰華養生會所呢個場雖然地方唔算大，但環境裝修都過得去，交通又方便，地鐵站出嚟就到。好啦，今集就介紹到呢度，有興趣嘅師兄不妨自己嚟試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唔該幫手撳個讚好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。